聖經講在詩篇34第4節，佢講啲特別嘅經驗，我請上帝佢答應我，佢甲我托貼，攏做我驚，我尊我，我看我。嗱，即係有人世界嚟講，要驚要看要尊在世間啲行道路途，世界請上帝，佢咪答應世界。詩篇34第6節咁樣講到，人定欺負嘅人，寫上帝。上帝要疼你些，意思是個เป็น問題欺負的，เป็น不實欺負的，เป็น煩惱欺負的，這個寫上帝，上帝要疼這個，要救這個，帶這個出一切嘅不實，意思佢帶這個出嚟到一切煩惱啊、憂心啊、擔心啊，佢帶這個出嚟嘅不實。詩篇34第8節咁樣講，你看上帝幾多好。因為到上帝給你通財，給你得福，給你快樂，每一人依靠佢嘅，即係有人自己依靠上帝，自己寫上帝，自己求上帝，自己嘅通財，帶自己托貼，吐吐隻隻，自己驚，自己煩惱，自己不實嘅，上帝祝福，隆重聽你一堂嘅，阿門。